继续来看交通违规记点的新制度，会影响到客停车司机的饭碗，有不少客停车司机真不满。交通部长王国材甲客停车相关的工会达成3大共识。 打来都爱有动态的影片，而且真正有影响到安全，民众的检举才有算是。嘛会针对到道路每100到150米来画10排黄线，它方便客停车的人客来就路车。而这个黄线也未画好进前，交通违规记点的这个措施先暂停实施。 台北市四界拢是红线，计程车司机时常因为互人去就路车，互人检举记点，根本没办法停车下客人，也没办法接客人啊，通通是红线啊。客人下车然后被拍照，结果就记1点。我虽然还是1点啦，但是我很害怕，客人要下车的时候还要再想办法，还要停车。 真的很麻烦。这2个月普遍的话，已经被记到6点到8点的部分，已经应该有好几百到好几千都有可能有，已经有驾驶确实因为12点的违规而已经被停2个月。 交通违规记点的新制度，好这司机真不满。未来受理检举案件会更加谨慎。认为如果它是一个所谓违规的临停，比如说在红线，但是如果它不影响车流，原则上是以劝导为主哈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希望说，是不是有一些引带的方式来证明说它有没有影响车流了哈。 交通部长王国材甲计程车工会初步达成3点的共识，针对道路每100至150公尺画差不多10%的黄线，和职业驾驶方便。一般的驾驶嘛有空间来临时停车，也过议员禁止违规停车。 尤其伫路口10公尺，公车的车牌啊、甲停向牌，还未完成黄线进前，嘛研究暂时卖记点。民众想要检举嘛，需要有动态影片，那真正影响交通，才会当检举。可以接受了，最好是5分钟。有行李的啊，要上下的啊，小孩子要推轮椅、推那个小娃娃车的啊。针对3点的共识，什么时阵会实施？计程车工会讲，目前也未确定，一切拢要伫讨论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